點知不是呢？邊個？我告訴阿蝴蝶，係蝴蝶啊！有星嘅，我告訴我呢個，我告訴我呢個，烏鴉的小青蛙，好多烏龜喎，青蛙，青蛙，好搞笑啊！係咁有水水啊！你想做大嘢？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睇下樂施中文小讀本最新嘅6本圖書。咁首先咧會快速咁樣同大家睇下究竟有邊6本啦，有咩內容啦。咁跟住會介紹俾新朋友睇下樂施中文小讀本系列究竟係點樣用啦。咁最後咧會逐本同大家一齊睇下，一齊點讀嘅。咁首先有邊6本呢？有第一本有關於昆蟲嘅小蟲蟲飛飛飛。咁有關於玩黏土嘅玩黏土，仲有關於唔同池塘動物嘅熱鬧的池塘，有關於大小比較嘅誰最大，有關於食草莓有唔同嘅形態，究竟可以加落邊度食嘅草莓我愛吃。同埋關於顏色嘅彩色世界。咁好啦，究竟樂施中文小讀本點樣用呢？咁我首先開咗支筆先。Let's have fun。咁我首先用第一本做示範啦。咁點樣要支筆知道係睇緊呢本書呢？咁你就點一點呢一個支筆嘅 icon。樂施中文小讀本，樂姐姐說故事。咁佢而家已經知道講呢一本書噶啦。咁其實呢，佢預詞呢就會係廣東話嘅。咁所以呢，你可以直接點一點個標題，咁佢就會成本讀噶啦。小蟲蟲飛飛飛。咁呢個佢會用書面語讀，直接讀呢度呢啲字。天上飛，蝴蝶飄蟲真漂亮。咁呢一個模式呢，佢會一路讀嘅，咁你一路揭就得噶啦。小蟲蟲飛上爬，好啦，螞蟻列隊咁如果我而家想轉廣東話口語讀呢，咁你就點一點呢一個。樂姐姐說故事。小蟲蟲飛飛飛。佢都會全本讀嘅，但佢會用口語嚟讀嘅。有一啲小昆蟲係會喺天上面飛嘅，好似蝴蝶啊、瓢蟲啊，佢哋都真係好靚噶。佢都會一路又有讀。啲小昆蟲，佢哋就會喺地上面爬嘅，好似啲螞蟻咁會排好隊，一隻隻咁爬。咁佢會用口語講故事俾你聽。咁如果你想普通話，天天普通話，切換普通話呢，切換普通話同廣東話呢，你就喺度切換啦。聽下粵普通話，天天普通話怎說？咁你轉咗普通話呢，咁你想全本讀呢，都係點翻呢個標小題。蟲蟲飛飛飛。咁又係一樣同廣東話咁樣，佢會全本咁樣讀嘅，一路讀落去嘅。小蟲蟲天上飛，蝴蝶瓢蟲真漂亮。咁普通話佢就冇小蟲蟲口語噶啦，咁普通話就係跟字讀嘅，哈哈，係啦。咁所以呢一個呢，就係要廣東話咁樣先至有用嘅。咁如果佢讀緊嘅時候呢，飛飛飛。你隨時想停呢，其實你可以就點讀任意嘅位置，咁佢會停咗嘅。咁我可能轉翻廣東話先。聽下粵語點樣講。好啦，我當佢本來讀緊啦。飛飛飛。咁你其實隨時呢，你可以停咗佢嘅。天上飛，蝴蝶飄蟲真漂亮。咁佢已經停咗噶啦。如果你唔點讀任何地方呢，佢會一路全本書咁樣讀嘅。咁讀下，你想點讀任何地方，佢會停咗。係啦，你讀邊度佢就讀乜嘢。蝴蝶飄蟲真漂亮，小蟲蟲向前跳，螳螂草蜢好威風。咁我都逐頁俾大家聽下。其實唔同嘢都會有。雖然都係螞蟻，但其實你要聽到會有唔同嘅聲啦。有螳螂、草蜢，係啦，甚至石頭都有聲。咁跟住有唔同嘅昆蟲啦，
你隨時都可以讀字。真瘦小，小蜻蜓捉節蟲，係啦，咁身體都是窄又長。你點一點咧，佢就會呢一頁成句咁樣讀噶啦。咁樣隨時，基本上好直觀嘅啫，你讀咩就講咩啦。蒼蠅和蟑螂，誰都不喜歡。因為你點呢度，咁佢就讀呢一句啦。咁咪就一路讀啦。觀看小昆蟲，親親大自然。然後我冇記住佢應該第10頁係啦，頁數佢都會。第10頁。咁成本書讀完之後咧，佢後面咧會幫你溫習一啲關鍵字嘅，特別學咗嘅字嘅。草蜢係啦，咁然後最後你想齋睇字，全本讀一次咁都可以嘅。小蟲蟲飛飛飛，小蟲蟲咁佢就會全篇讀啦。咁呢度其實係成本書嘅，淨係字。小蟲蟲地上咁你當然都可以，可以轉普通話啦。小蟲蟲飛飛飛，小蟲蟲咁就會成天上飛。咁最後都有啲小練習可以做，係連練習都會有音效嘅，係啦。咁佢今個系列開始咧，其實佢就開始加翻呢啲童詩同埋童謠。咁童詩就係廣東話啦，咁童謠佢就普通話啦。咁例如我而家想聽童詩，小蟲蟲飛飛飛，小蟲蟲真奇妙，天上飛，地上爬，蝴蝶飄蟲穿花衣，螞蟻排隊。大家聽埋普通話，我覺得普通話好聽啲。小蟲蟲飛飛飛，小蟲蟲真奇妙，天上飛，地上爬，蝴蝶飄蟲穿過。咁大概聽到咁樣先。咁我小朋友係一聽到普通話個童謠嗰個前奏咧，已經身體跟住搖擺咁樣聽音樂噶啦。咁然後呢本講得仔細啲啦。咁我或者我後面咧就快少少俾大家睇下，又係點一點呢個啦，跟住又話黏土啦。我可以睇到黏土有咩形態咧？船，佢都有輪船嘅聲。哦，原來是一輛坦克車。哎呀！佢呢啲好可怕啊！對話嘅句子咧，就會用咗其他字體去呈現出嚟，係啦。咁最後一樣有輪船、隨遊，咁一樣有呢啲關鍵字啦，全篇俾大家讀啦。咁仲有童詩同童謠啦。換黏土，齊齊來換黏土，捏捏捏。吹起來玩黏土，吹起來玩黏土。詞頭其實封面已經好搞笑啊！呢啲音效，咁俾大家聽。咁最主要其實俾大家聽多啲呢啲音效，因為就咁睇本書，你唔會知道係呢啲音效。咁就圍繞池塘嘅動物，停停停！係啦，咁一樣都會有呢啲關鍵字啦。熱鬧的池塘，池塘，池塘邊真熱鬧，小青蛙嘴巴呱呱叫。誰最大？大海裏有許多魚兒在游泳。
好仔細，呢啲都有聲。鸚鵡。就算連一啲詞語，但係佢都會有個音效。然後我覺得普通話真係好聽。鯨魚的海味，哎呦，哎呀呀，鸳鸯森林大步跑，哎呀呀。樂師中文小嗱，呢啲就算咧草莓本身冇聲咧，佢都有辦法即係做到一啲音效出嚟。草莓和牛奶攪拌均勻後，變成了美味。我們一起分享開心的草莓時光。香甜。好味啊！那天草莓紅又紅，一籃籃亮晶晶。樂師中文小讀本。樂大自然裏充滿着各種不同的顏色，還有各種黃色、紫色、呢個有驚喜喎！紅色、呢個我真係冇諗過會咁樣對應顏色。橙色、綠色。呢個真係有驚喜喎！沙有深深淺淺的綠，海有深深淺淺的聽到呢度先。點知發現啊？係蝴蝶，好搞笑啊！蝴蝶，蝴蝶好靚。好搞笑啊！蝴蝶，螞蟻列隊。係蝴蝶啊！嘅嘢。係蟲蟲，有聲嘅。係嘅，有聲。呢個故事，我喺後面呢個好驚驚。唔驚，係咪恐龍嚟㗎？你睇下。好搞笑啊！呢個，呢個係螳好螂。搞笑啊！呢個，草蜢。好搞笑啊！呢個，好搞笑啊！好搞笑啊！螳螂。螳螂、草蜢。草蜢，好多呢個喎。呢個咩嚟㗎？馬蟻係啊，馬蟻螞蟻，係馬蟻。螞蟻，呢蜻蜓、個，哇，呢個竹節蟲、多節蟲，烏鴉的， rabbit、小青蛙、好多烏龜喎。青蛙，青蛙係啊，係青蛙，係啊，青蛙，係有水水啊，係啊，青蛙游水跳入水咯，喺水度玩。好搞笑啊！係啊，搞笑下啲青蛙。好開心坐低啊！係啊，佢坐得笑緊係咪啊？佢好似笑笑喎，所以你覺得佢好開心？有水水游啊，係咁游啊，係咁游，係咁游水水啊！你聽到佢覺得係游緊水水係咪啊？開心坐低啊！係啊，開心坐低有啊！個坐喺荷葉上面。
其實我小朋友睇到呢套新書都覺得非常之驚喜，覺得好搞笑嗰啲音效。咁都好希望呢條片可以俾大家睇到呢套書究竟係點樣啦，幫到大家選購啦。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呢一類嘅片，咁歡迎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。咁如果有啲咩閱讀上嘅心得或者選購上嘅嘢想問或者交流嘅話，都好歡迎留言或者 IG DM 我傾偈嘅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